成就，一是不做成就，以求进步国源，叫做处这个环境，以求其数及不独远，我懂。不独远，一代表从变氢能包五十人夫，叫做哪？氢能包，氢能50人夫，这叫做总成就。所以，因为金光经一直内底当中有这个成就分的空间来讲的。那今日因为这理论六组当中，这本来是个大成就，其实这个叫大成就无成就，咱今日这个发挥袂成就。比如讲今日咱的测成课，咱今日咱而且要开这个班，咱嘛有6大成就内底。这6大成就，第一叫做善成就，咱各位，咱若无相信，咱的体力我相信会大大。我甚至讲咱今日到这个所，咱今日到这个所在是要了解什么？了解心性的开发，了解心性的开发，咱就了解情况。既然了解心性的开发，就重要，不能讲如是。如就是叫做心不异如，不开始。这个如呢，一般讲解释就是讲实相关这个问题，伊就讲这心就是讲叫做如法界，这就讲叫三法界。这个如是，那以咱今日理解到这个解释，大家拢总有这种一定因素之，要来了解心性的大法，这叫做哪？这个叫做善成就。文成就，文就是讲咱今日来讲到大家拢师之道德，听说就听。今日若无理解人来听，无管我讲什么人，是毋是安尼？拢无人听，无这人来，我讲什么人听？所以今日就是有这人来，这叫做文成就。第三时成就，咱这个时是讲伊变了。时间上，是毋是安尼？咱叫伊变了，咱一定通变了时间啦。过来就是做成就，就是讲今个主人，就是我。今日若毋是咱我来讲经，或就是讲咱请别个，迄个讲经个主人来，或即个单身人来讲，初成就就是讲今日咱有一个天然同这个所在，咱若无这个所在。咱今日我同国家人民说，这个是初成就。这个上成就，上就是讲大家，离户口来讲是叫和声。这个上成就内底大家有负责人叫和声，叫做改和同修，这个叫伊这有几条叫和声，戒和改和同修，心和同中。心和当中，这个义和同源，靠和无争，改和同修，是不是？利和同因，什么？个一个什么迄个什么？六有成就，六和生，六人所以这个叫做总成就。所以呢，伊每一个方面开始都有这样，但是你今日毕竟，咱这六组当中，要开始当中这部分有讲六成就以内底，所以呢，今日就对这来甲伊做一探讨。第一，因为这个六组大师包括大经，这个形如品质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大家对这嘛有先来读者？是。大书记说了。大书记说了。小酒微气数。小酒微气数。衣冠僚。入三清书。入三清书。出如城中大愿是感动。出如城中大愿是感动。为众开言说法。为众开言说法。书生者处。书生者处。
技术官僚35人，技术官僚31人，勞動學數35人，勞動學數31人，經理德屬1500人，經理德屬1500人，同時作例，原文發表，這叫做合作當中會考試會啦吼。不過呢，因為負責上就還是先顧嘅，即係我因為這顧嘅所在嘅吼，我繼續寫信，吼，先第二文先是啊，先就将先就。那先先就你的贡献物件呢？先先就因为伊就是讲现有品质，现在这个现有品质，给咱这个怎样？上山人是不是忘掉下山人？当前呢？上山人呢，一定要为下山人。你今日若问上山人，你问了到底可能有哪？迄个上山人就是讲，伊去山顶了解山顶的状况，所以在盘面去内底发生啥物件？你上山，你爱问迄个有去的人，伊爱知影因果的物件，敢是安尼？叫做行游，行游就是讲已经行过，伊拢总行过。哦，拢行过，迄个叫做哪？迄个叫做实，迄叫做实相，实相。伊实相有去了解着，咱今日若做大事，伊就讲若做大经进前，当然伊若做大经，已经伊证明到了后，无专业人员当然啦，伊若做大经出来内底当中，伊迄种实在是明心见性。当然，因为伊讲一句经典，内底当中1300几年内底当中，无人有法度甲推翻，什么人甲推翻？哦，实相就是真相，实相就是不变，实相就是不变，伊毋是表象嘛，哦，伊毋是凡所有相嘛，毋是一切相嘛，伊这个实相，实就是讲完全，伊就是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、了解分明。安尼叫做实相。人今日你都多怀疑咧，都多无清袂清袂楚咧，迄个才叫做实相。所以你们连发着研究品，因为每一部经典的内底当中，头一段话，拢是咧讲伊是天。比如讲今日《金刚经》内底当中，如是我们必须不在社会上，地球的波动，以在地球上变清两个道理。必须不失时，就必须帮助社会来长期是无理想的处理，去还不准犯是修法是负责任，这个完全拢总是咧讲什物件，拢是咧讲实体。包括着咱人做会员，伊一段话虽然是足简单的话，伊拢讲实体物件。大家知道，在明天、在前面、在之前，毋是拢讲实体物件吗？天命之理是事情之余的心得体会到。对呀，讲不过输入力啊，克里米对呀，不是熊嘛。他第一，哦，学而低，学而时习，哦，无一变，哦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知足。有朋自远方，都有主观中来，不一定好。哦，人不定不稳，不也不做，这不是咱讲实体嘛？是不过是因为咱无了解伊实体内底讲啥物。咱若甲听开字，咱就知影伊这段话是讲啥物，就讲包括做法，你讲这是讲实体。所以今日讲的这段话，咱就知影，伊这条大成就，咱现在条大
大成就伊的意义，那慢慢，咱再来进入。当然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咱讲消文解，消文解义。这个文若要去消掉伊，先讲伊的意思起来，安尼今日咱无了解。啊，你今日消文解义，甲来当叫做情解义出，啊来叫做义理义出。伊经典咧讲是共讲，消文，你今日这道文咧讲啥物件？不管你想如是某人就是一直我在消文讲，伊就比如讲1550，伊迄个内面拢会讲出故事，甲当时2500几年迄个叫做讲伊底内底，啊，咱完全拢无去甲消文甲解义来了解，安尼当中，迄个变成讲，迄个完全历史袂去弄。佫一个问题就讲，迄个情解。但是伊虽然是消文解义了后，佫进一步，咱来去了解伊里沿着出伊才去，就讲遐个甚至呢，就对回，来呢，回来吧，来呢，来分，来讲起来吼，叫做出世为先条。你若讲讲回，我还讲来何必？我讲用文艺要讲到迄个出世为先条。所以你就去爱知影，要听佛法的物件，若有马上生活法，必将交干学定，完全你无同意就可以。后来行入品，行流就是讲信心修，伊个叫实相法则，但是若做已经拢总完全是清楚，开始讲这个物件，了解，因为。伊把伊了解天皇物件甲记在文言内底，但是伊知影，迄记在文言内底，迄毋是道，伊是照着文言在道路，迄文毋是道路，就是我想讲，你要安怎跳开文言，要去甲了解伊的道。我之前比袂了对不对？我之前袂袂了呢，你会跳，为我之前方向。但咱看着袂了，为我这个镜头方向，你但咱看着，你若看我这镜头就无点，咱就对啦。你若看文字，就是倒咱就对啦。就我拄则讲的，比来比去，迄个了解甲识别，甲发现，迄拢毋是文字内底，迄种科技内底，迄个物件去体用。咁就呢，迄叫做迄叫做是安尼当时运道。研究做下3千几组，伊讲我3个听，什么人去天王庙？我开始，后来来讲，迄去天王，所以我看到这当中是贡献，所以第一个物件，迄个信心修就是讲，迄个实相发展，讲法是实相。第二，就是讲这个时修修，这个时。这个时，一时，而且经文讲叫一时，而当时咱合作会讲叫做时，是安尼伊会较时，伊安尼伊是安尼讲我时，因为这个问题咱知影，因为过去圣人，因为伊拢无用着时间，某时某日某月，因为如果你今日。那当时，经文经上，日本甲印度2559年迄阵当时记载迄个事，毋知走到几个，因为咱印度时间甲台湾时间无相像，咱台湾时间甲美国时间、世界的时间当中无相，就是时间点拢无相像，所以伊如果若标立一个时，跟大家可能就做唔上，落到2000多年来。这比你做不到，所以迄个时就是这个讲叫做啥？刚才讲叫做师之道。这个时，给咱把解释叫做师之道，说清就清。写那边的师之道，师就是我老师，
知就是讲学生，迄个叫做一性。道合就是当在一个所在，因为师之道，所听说达到最究竟，安尼叫做喏，讲迄个事，哇，在经文顶个记载，应该是个记载即个问题。但是咱迄个事，就是讲，当时咱合作会用，咧讲即个个经文，跟合作讲，迄个时阵。2300几年前迄个时阵，当然今日咱合作历史以后甲你记载的时间更长，所以伊咱用诗来做一个做一个迄个迄个做标示吼。接下来就是文成就，第二个诗，第三个叫做这个文成就咱等下讲吼。第三个讲大凡诗，叫做大凡诗。迄个叫哪？这大凡诗叫做纯成就，大凡诗啊当然，这大凡诗内底当中伊后壁应该是，后壁开始，咱即个时间讲叫新书工程，但是咱那个讲伊这个伊整个伊整个为灌导出所以伊叫做一件诗。我之前讲的，咱天然，这是咱的成就啦即第四点叫做助成就，这个助成就，就是讲叫做公斤的主人奖金公斤的主人，因为要讲这个经验，然后一个公斤的主人，我怎讲跟你讲起来，这个语言用的东西，拢袂当去除，会当成就这叫做公斤的主人那因为即摆来呢，就是讲这个主成就文这个重成就千2502000夫人伊内底当中有哪呢？对这开始讲啦所先做错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这个公斤的主人，合作会员计了后，技术官僚有35人，儒中学术有35人，前年得奖有1000人，这当时做的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重成就，重成就。这人的这个1000外，这个，但是讲有这人。恁听到咱合作有用，恁讲经说法，所以伊这人加的到1000万，安尼这个叫重成就。那因为今日这个重成就内底，因为这人，咱搁有一个角度去甲看这，因为这人有啥物件？这人有技术官僚做官，是毋是安尼？有儒中学士，儒中就是讲是孔门的孔子的学生。有咱读册人35人，有年高，有年高，咱有道俗，有修道家，咱道俗就是讲一般的，一般的伊有去参加什么宗信仰的，叫做凡俗，咱叫变成凡俗，拢总1000人。咱讲起来，当时这半辈，人家解释的叫做哪？叫做。当时咱合作会员来讲叫做有教无类，有教无类，是毋是呢？伊教伊无分什么论，无讲今日你这个有教育我哪会，你这个耶稣我无爱，你这个你这个孔子的名牌我无爱。你这个学生我无爱，你着年5个来我哪会？你这修道老我无爱，你一般恁细小人我嘛无爱，伊无安尼。所以这部话咱来看起来，人叫做有教无类。那伊搁一个问题解释，这个教，当然伊教的成就，伊就是伊要来参与你这个班数内底当中，伊就一定安怎？你国家的内底
六福生，就是讲因爱有那合本的福气。你总是来，咱讲在这用是对吗？你总是来，袂使在这公司外遐迄个呐，遐无卡物件。所以伫这个当中呢，因六合，咱嘛知影讲，国家的六，叫做六合生土印，借，地，是叫做见啊。见解，看见解。赵老师多少天哈？我的叫名字。以前有六合生，六合就是讲大家有这人来，当然伊这人可能要遵守的东西，咱若做规定，因来列什么福气？第一个讲生和同修，心爱和。同住。对不对？你记的，你比如这个人你袂使互相排斥，你这佛教的，你这道教的，你这现在啊，这个耶稣的，你这个现在啊，这个你看这个道，无见，所以要有生和同修。第二呢，要有靠和不争，靠和的，你记的，你这讲到乜嘢嘛？你明白讲我这理念，你唔能永远这样搞啊。你讲唔对哦，你讲唔对哦，我安怎大家到这大家互相互相，刚刚他妈咧规迄个呐，规迄个那个辩论场咧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讲公司我是非？我公司我迄个，所以真理的物件，拢不在于心里，所以叫靠和无争，以和攻辩。以和就是你既然有要听人做规定所讲法。真正咧，你迄个心拢是欢喜的，以和嘛，迄个意念嘛，袂使讲我这有我甲台这老板说你后一个，行所的道场，行所伫咧讲的时阵啊，咧讲迄个圣经，咱今日有留意，带咧讲唔对咧讲安怎，安嘛无好诶吼，甚至带咧讲，咱带用心。多那个什么意不合，多那个打叉，所以这意念，因为你既然哪要去调法，你就是一定要去修，干个东西。你今日迄个意念哪不合，你遇到的，那安尼当中的你搞不好，所以这个意和，改和东修，改和是不义，我是不义，因为符合我这个规矩，你要符合我这个规矩，你做这后边来，后边母当然无法度。见和都改，见和都见，见就是我咱大家看啊，当主来解决着咱这个问题，当然咱过去就讲，你修行的话来解决问题，拢总是见，拢总是一理，拢总是一理。拢总是一理，这个一理来讲，无管来你是什么宗教，无管来你什么宗教，拢是这一理来讲。拢这，我现在这么讲就是简单的理。咱今日咱人进世界有70年人口，但是咱70年人口，咱咱拢做啲无离开咱这一理，这个一理就是讲啊。这个一定有甲空间的风险，有甲空间的风险，对不对？咱空间的出现，民俗化空间的领域，是一般的安怎去甲解释的无？就是你有一个我在世间人有用过的一个物件，这个叫原始点，这个叫原始点，这个叫原始点。这个原始点就是因这里袂使设计这个物件，你世界物件是这个。你设计这个物件，我较歹听这个话，是不是安尼？你这名啊，你这个原始你这自身啊，离开你这个法体，你这个背景啊，你实际，离开你这个法体，你这属于所以世间人的世间里一切物件绝对袂使设计这个。
你若设计这一理了后，可能你这也会存在。世界宇宙中的物件，绝对袂使设计这个理，理就一定就是讲叫道意思。世界偌济星球，偌济地球、星球、月亮，伊绝对袂使离开着伊个伊这道，袂使离开这道。世界咱有3000大千世界这个物件，咱这个地球是一个宇宙，伫宇宙这个空间内底，这等伊这小，嘛无啥物人甲去调了，嘛无啥物物件拄调了。嘛无啥物某法度排咧行，嘛无啥物法度伊甲法度咧行，伊就家己自动家己会当，即个利用时中，伊家己转到，作正常下面讲去甲迄个小作，下面甲迄个小作。而世界3000大千世界有进步先中的银河系啊、太阳系，什么系一大堆的物件，咱看到伊发觉着，看到当时就发着这物件，毋过这物件，伊念了道。伊袂为啥会为道？为着变道，啊那迄个物件就变变道。我咧讲就是简单诶。火车伊袂使离开伊诶轨道，火车若离开轨道，伊要落行迄个公路吼，咱行行。啊，公路诶汽车若要去行迄个轨道，咱行行袂，对唔对？是毋是？啊，咱人有人行道，你若去行迄个快速道去甲。你背负的手光啊行，你看一样，是不是？那真正到了变成这是我非常高的一个这样的东西。哦，因为已经规范了，所以呢，人有人行道，哦，车有快车道，船有船道，船有船道，飞机有航道，你都袂说你，虽然是看海阔天空哦。海是遮尔咱大哦，伊若无照水道咧行，伊船的水道会去弄迄落哪，弄个礁石哦，是毋是？飞机虽然遐大，伊有气较大会航路，迄个气伊飞较悬，啊要转来伊飞较低哦。飞机若两台都飞哦，变悬哦，啊，有一个弯道设计啊吼，伊发觉着袂悬，是安讲，飞机伊速度拢1000外走，咱的迄个个。高铁啦吼，高铁若对台中要走转来，咱家己一段啦吼，无到分2天分，直接走，上限走到97，咱297，297，较无到300，差不多是300左右。咱看着足紧啊呢，但是飞机咧飞是伊的2-3倍紧的，1000外，啊你1000外，那若了发觉着起来拢袂。所以伊有伊个设计伊个免去一条航道外管，免落这航道外，是安怎讲？咱无学免坐飞机，我坐遮久，哦，咱讲坐3分钟，我一边，我倒伫泰国迄倒，啊泰国迄倒诶，直接要飞去，我倒伫空中看，我看着头毛诶，那只飞机飞啊飞到瞬间往过，伊离险。你唔免看你感觉紧哦，伊从来瞬间就飞出，感觉飞咯，含伊这身体飞咁紧哦。啊，你免飞倒来是飞慢的，伊是要去飞低，但是我看迄只是长啦，飞较低。啊，两只哪拢飞慢呢？啥物变？绝对相对免收。所以飞机的飞为航法，是毋是安尼？所有什么物件拢袂使离开这个，一定拢袂使。包括宇宙是我家来，当中你袂使离开这个道，毋知讲道也食不可思议啊，可能伊道呀，道一时一刻你都袂使离开，你离开就是一道。是毋咱人呢？咱人，咱嘛使离开道呢？哦，咱是毋是个咱？咱的道其实咱过程呢，咱的道其实咱人生呢，是毋是安尼？但是咱拢为离开着咱良心去做代志，安尼叫做背道呢？今日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比如讲嘛吼，这个鱼块啊，这个鱼块，对不对？这个变成道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变成道了。啊，这个呢，叫铁啊，咱就讲
就是这点嘛，啊定就是讲这个嘛，哦，咱讲嘅叫做道定吼，但是定啊离开道，这个定啊，咱咧为言先讲，这个首先按对不对？化圆规，圆规你知道嘛吼？化圆规安尼啦吼，安尼规，这点是语言安尼规出来会赢。啊，你若离开着这点，要安怎讲会为咩？较为你外好话就为啊，为因为这个有道叫做体，啊定叫做用啦，叫做体用啦。所以空性安尼讲，道者本了，定者本了，啊财者坏了，是毋是安尼？伊讲伊用道定，伊无讲我直接道，伊讲道定。啊，因为伊是道，伊是定要离开道，伊咱道定咧讲定者本了，财者坏了。哦，财就讲世间物件啦，叫做财者坏，伊用这样来讲。但是咱来做一个来比，这个咱的道若叫失去了后，咱人良心的失去了后，你也人无道啊，道啦，你即马咧为伊咧，袂赢啦吼，你良心，你这良心已经失去啊，你人无定啦，啊无定，互你上好做做到边啊，这个危险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真细小个人拢代表讲，迄人真少。哦，你讲迄个人的道德真好，真少，拢不善良。啊，伊是咧讲善良，因为咱的人已经离开着这道理后，所做出来的物件，以后先的后边就是变恶啦，对不对？哦，叫做善恶嘛，这毋是绝对啊，伊这叫做相对啊。你有善，好想要做坏，歹想要做坏，满那个心肝，敢是安尼？就变成讲你本身的道德良心定造成咱所流露出来叫做啥？叫做善。变成啊，互你想好做这个善良，所以咱空性咱讲出来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啊来呢，在这里呀，即先，既有，既先对不对？既有啦吼。既有既先对不对？是那空性也讲这个字而已。今年啊，大学知道，伊是讲这个稳定嘛，在明明德的讲这个物件嘛，在亲民就是道法中心，伊有道理，你后你莫是道法中心。但是你袂咧离开什么物件？这个你已经咧道中心，你袂使离开着这个善，这个善伊无用着善，伊用着至善来看到。这个叫做至善，这个字叫做无上的意思。好，那无一天讲无上成清微妙法，就是讲啦，这个字加入这个至善，就是讲我用语言来表达的善，这个叫做啥？这个叫做道。毋是来讲在于善，那在于善可能这个在于善就是这两种。我大家知道，在明明在既无既善，就是讲你内心意心要度化众生，你袂使离开什物啊？你袂使离开至善，什么字爱看会到？至善，至就是讲道，善就是流露出来看法，就是德，叫做道德德善德，对吧？所以这点当中特别讲这个说明。所以呢，而这当中呢，有讲诶。改了东西，改了都改，哦，大家一种看法。而道德的内底当中，咱讲到着这个见，你种修修的内底当中，见也无相像。大家我都相信，但是我拄则讲的，到这一理的道德点的内底当中，无论你什么宗教，拢一定袂使离。无管你什么人，拢袂使认真。所以呢，伊叫做见的讲解。所以既然见，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真实看法，啊无大家就排除啊，大家就排除啊。那我这是佛教，你这是道教的，你这是基督教的，你这是一贯道的，你这是啥呢？
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就变都解无？无啊，解出来了后，若讲公说不有理，啊婆说不有理，啊淡薄相济，是安怎搞袂？就是因为无伫理。哦，啊，这理就是啥？这理就是我咧出做咱咱比喻，今日只五杯水，五杯水，一杯是红的，一杯是绿的，一杯是青的，一杯是乌的。这五杯水是你拢无是啥？安尼叫做无中道，咱是安尼。哦，你这是描述，你这是葡萄，你这是葡萄，你这是葡萄，你是微泡。所以无色彩，无色彩，但是我请问，这无色彩，因为伊的红的、乌的、绿的、白的，伊来怎样？来内底的原子。咱是安尼，伊的本质就是原子，是伊甲透理落去，有透什物件？色香香味触，有透这物件就当变成什物件？变成生理素。有你已经有加所有花毛，你有先进技术的观念，你若不管这好理的话，啊，唔是开始。但是你会当到建和讲解，这个建内底当中，你会当建立比例的当中，就是我拄则讲，你会当看到一点，你对这点开始量心点开始做伊的关系点、点式点，你无理为这点在做，安尼叫对，什么物件拢会拍。这个叫做体，这个叫做体有名嘛，所以你成日讲中宝，我离太多，你是太多了，来了，你听着中宝不惊死。